2050年要达到净零排放是全世界目标，其中氢这个气体是真重要角色。为了要让民众更加了解，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举办国内头一个氢零特展，希望透过这互动式体验，让咱了解到未来生活会当有什么款的变化。能量的话，它会比较干净。 囡仔遐很多路花咧，顺路线一直驶，若是收集到氢零车辆的动力，就会提升速度嘛变紧。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用氢零做主题，打造国内第一座氢零特展，拢总分做4个展览区，所有展览拢是互动式的。初六开展即天，就先安排附近的民族国小师生带上来体验。单方面呢，讲述的方式对因来讲的效果会较歹，啊，相对互因有去体验的方式。 啊，去用透过游戏的方式啊，来去吸收这些知识，相对的对人来讲会较有兴趣。那我也是今天来了之后才知道说，它是一个这么棒的能源，那它是非常环保的，不会像现在的石化能源那样子会产生二氧化碳。那我觉得我们未来可能可以去多多的应用它。 透过活动教育，甲民众了解氢的来源分做3种，某种实验室内底设备，透过1:10的缩小模型来展示台湾目前的技术开发进度。伫咧边仔还有一台氢零奥多摆，规个展览甲氢零对制造到应用拢展示出来。科工馆讲，这摆结合产业界、学术界甲研究单位来办展览，希望互民众知影，氢零毋但是技术创新，也是公民参加能源转型的一种选择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在推动科普传播这项工作上是我们的使命，也是我们的责任哈。那对于这个为了要呼应政府的以及我们全世界哈都要净零碳排，以2050年作为一个目标的话，那新能源的一个让大家认识就是我们的责任。科工馆表示，这个展览为期1年，后续嘛按算要佮推出氢零3轮车的体验佮主题营队，打造一个氢零的行动教育平台。记者柯家如邱朝阳、郭永昌报道。